窄嘅辦公室都可以運動。辦公室健身術系列教你企喺度、坐喺度，每日用零碎時間從頭到腳活動一下，返完一日工都唔會變成僵屍。點解要貼長企嚟做下蹲？同平時做深蹲有咩分別？面向牆，雙腳分開同肩闊，腳尖外轉指向兩點，離開牆壁約10厘米，臀骨後傾，脊柱腰部垂直，一路保持住呢個姿勢。呼氣時慢慢屈膝下蹲。假如腿內收肌群僵硬，軀幹下身冇力，身體會過度前傾。靠近牆壁嘅作用係訓練多注意核心肌群，多用臀中肌同埋伸展腿內收肌群。如果伸展度較佳嘅人，可以升級咁做，雙腳闊度比之前開得更大，腳尖掂到牆壁或者稍為離開牆壁都可以。張開雙臂，一邊下蹲一邊向前轉動手臂，由手心朝向牆變成手背向牆，然後起翻身回復原位。放鬆膊頭，唔好俾膝頭掂到牆。下蹲嘅幅度視乎個人能力。